做功課5分鐘就擔天望地，唔係佢專心唔到啊，係你個書枱佈局根本係喺度引誘佢分心。你越催佢大腦就越想逃避，唔好再怪佢唔專心啦。小朋友嘅大腦咧過濾功能未發育好，你擺咁多嘢喺佢面前，佢嘅專注力根本就冇位放。心理學話你知呢啲叫做視覺雜訊啊，大腦處理一件雜事就要消耗能量，當雜訊太多，佢根本冇剩餘嘅能量去思考功課噶嘛。專注力需要物理邊界，你要建立30度隧道佈局，將佢嘅視覺焦點鎖定喺功課上面，人為製造一個專注力嘅黑洞，屏蔽所有嘅誘惑。當佢眼望之處只有功課，大腦就冇得選擇，只能夠進入工作模式。呢個就係環境心理學嘅威力啦。建立儀式感，話俾佢知入咗隧道就係超人模式。當環境清空，佢嘅大腦壓力就會立即下降，效率就自然提升啦。用環境邏輯取代口頭催促，當小朋友學識點樣屏蔽干擾，呢種高效率嘅習慣會跟隨佢一世嘅。想知點樣用3分鐘改善小朋友嘅專注力？WhatsApp我，我 send 份極簡書枱佈局法俾你。Follow 我，用邏輯贏格局。